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的面册讲，只要看到来自台湾的留言，就全部拢甲封锁，这是啥物情形呢？世界卫生组织讲，确实有这个代志。上界主要是因为伫世界卫生大会开会这个期间，因的面册互人大量来攻击，所以有使用内容的过滤器。 结果嘛，甲台湾过滤掉了，也毋过即摆已经开放啊。行政院长苏贞昌批评中国野蛮，参台湾这两字拢袂当来出现，可见中国无自信。伫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面册，只要若拍台湾的英文名，拍字就失败，也毋过高雄市长陈其迈找到破解办法。 陈其迈伫面册公布讲，用车体字母就使成功解锁。今日网友嘛发挥创意，用特殊的文字符号，也是注音等的方式，就会使互世界看到台湾。依照路透社报道 ，WHO 表示讲，伫世界卫生大会期间 ，WHO 遭受网络上的社运人士使用像台湾甲中国等等争议议题大量的网络攻击。 所以讲 WHO 的社群媒体团队才用内容的过滤器，不过即马包括台湾、中国等等的字拢会使用啊。中国却如此横蛮霸道围堵，甚至于连台湾这个字都不能出现，连小熊维尼都不能出现，可见中国实在是没自信。 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台湾的防疫工作伫全世界被公认是做了上好的。 咱方嘛真愿意分享资料，得到不少 WHO 会员国的肯定。若是讲真正会使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嘛有这个能力对世界有所贡献。